善。是我自己啊，真没别人啦。我什么事情没完成过？那我改答案。你们叫我汇款，我也都会啦。对啦，我觉得是你啦。只写一个答案。注意你的言辞哦。我本来是要写你，我们这3个里面你最白哎，你看你有姐姐吗？好笑。不一弄啊，不一弄啊。这题就是安安了。你觉得谁最有可能会出包？我最近一直掉东西啊，开一个很重要的会，我带去的包包、一瓶水都没拿。要羞哦！其实你们俩真的是很难分出胜负。我一定会交办给他，所以最有可能出包一定就是他，因为我不会交办给你。连做都没做，所以没办法出包。我是什么到养老院的？叫你订车，你不知道哪里订那不行。订餐厅，你说我是胡瓜，他也是跟你讲没位置啊。